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世界走总咧找帮助。顶礼拜六礼拜，伊去意大利也有德国访问，礼拜暗就随走去法国访问。法国和德国即马拢已经答应要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。法国总统马克宏阁讲，俄罗斯伫政治面已经拢输去啊，俄罗斯即马是中国的细汉的。 也是前较正轻松伫镜头前出现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伫事先无宣布的情况下，向去法国访问，并且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差不多3点钟。马克宏甲泽伦斯基会谈后，法国宣布提供乌克兰更多军援，包括轻型的战车、装甲车、士兵训练，也甲防空系统，暗过无具体说明细节。 马克宏伫进前的媒体访谈中讲，这场战争显示，俄国已经伫地缘政治输去，当地变做中国的细汉的。随上泽伦斯基到法国进前，已经先去意大利甲德国访问，伊伫德国甲总理肖兹会谈，有得到27欧元的军事援助，其中包括30台8式战车。媒体问到这笔军援是不是有够予乌克兰展开反攻，泽伦斯基是安尼回答。 Ще кілька візитів і все. Viel Erfolg. 这是去年2月以来，德国提供上界大的一笔军援。不过，对泽伦斯基一直伫讨的战机，肖兹也是无正面回应。华盛顿邮报礼拜报道，美国国防部战前泄露的机密文件嘛显示，泽伦斯基要考虑占领俄罗斯部分地区。 也是攻击俄国境内基础设施，当作停战的谈判条件。这样大胆的心态，甲伊伫公开场合典型的吞论无共。不过泽伦斯基否认这文件的真实性。到伫同一天，乌克兰讲，伫乌东战略地区巴赫姆特占领10外的俄军据点，俄军是否认退守。国讲已经拍退乌军的攻击。比起巴赫姆特激烈的战况，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不止平静，当地新闻园礼拜有真侪居民入去来欣赏代表。 基辅的定向会，伫战火也未停歇的时阵，会当享受短短的平静。公司新闻7万0编译。